各位嚟到嘅街坊，呢度進行係人口登記嘅工作。如果你係清晰知道自己屋企人或者單位成員嘅情況咧，請你喺個身後嘅櫃位度進行登記。呢度有一個跨部門嘅援助站，大埔民政事務處。呢度咧就係社區會堂，咁啊喺呢度接待緊好多人啊，好多嘅居民。嗱，係有飯食嘅呢度，有啲梅枝。嗱，咁啊有啲物資啊。嗱，喺呢度就食緊晚飯。拖鞋嘅舉手，有啲拖鞋，有啲物資，帶一啲嘅物資。有飯有水。咁呢度有十字架，因為呢度咧係教會嘅學校，教會嘅學校。咁呢度亦都有紅十字會急救。有長者就係各位，如果係啱